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施凯文。高雄车站商业大楼在历经2度流标后，第3次招商终于传出好消息，将由环球购物中心进驻经营。这项开发案预计投入95亿元，将成为高雄车站的重要开发动能。由于该公司同步拿下站前2处的都更案，如此大规模的开发量体，其负担能力与后续追踪也成为焦点。高雄车站商业大楼历经2度流标后，终于在第3次招标传出好消息，将由冠德建设旗下的环球购物中心进驻经营。听闻此消息的高雄市民与旅客都觉得这项重大投资能为高雄车站带来新的发展动能，表示相当乐观其成。我觉得至少有厂商愿意接手这个百货商场，应该是可以期待看看啦。我是不知道环球百货的本质是怎么样，但是我只要有厂商进驻，我都觉得很不错啦。蛮期待的，因为高雄其实百货公司蛮多的，对。但是如果说交通方便的程度，或者说要分散人潮的话，我觉得我是蛮支持这边再就是多一间百货公司。对啊，我也是觉得说，因为毕竟是游客嘛，就是可以有一个新的景点可以去，那当然是还不错这样。因为台铁近期在高雄招商频传失利，一度让民众相当忧心，这座全台最新的现代化车站也会陷入招商困境。好在事不过3，业者看好未来前景进驻，打破招商僵局，预计将投入95亿元进行开发。这将是该公司旗下第4座与台铁共构的购物中心。是还蛮担心的啦，但可能高雄的百货竞争本来就被汉神给抢走比较大的地位了。哎呀，先求有再讲吧。就先不要奢求。对呀，不要再让那边空着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冠德旗下的环球购物中心得标，当然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他们有先宣布他们会投入11亿。来做一个地上10层我们的商业大楼的一个招商，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更多元性的下去招商，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高雄市的门面。只不过这也是该公司目前规模最大的车站型商场，加上业者也同步拿下站前的车专4与车专5的都更计划，等于囊括了高雄车站周边3处重要开发案。如此大规模的开发量体，单一公司能否顺利负担并如期完成，还有待后续追踪观察。整个高雄车站的第1环都是由同一间企业去得标，我们会担心说，因为同一间企业，所以我们的监督是不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还是期待说，高雄市政府虽然说这个是台铁公司的，我们还是期待说，高雄市政府也能够小小的介入，能够更加的去把我们高雄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推动，能够把这个透过台铁公司能够去告诉我们的冠德建设旗下的环球购物中心，让这个地方能够符合我们真正高雄人所需要的。面对大规模的开发案，为了加速统筹并解决后续可能发生的各项难题，市府目前已经与中央、台铁业者组成了沟通平台，希望藉由跨部门合作，积极协助开发顺利进行，为高雄车站周边打造全新的都市样貌。记者孙军高雄报道。自从去年世界12强中华队夺冠之后，新建大巨蛋的议题掀起全国的热潮。继台中宣布要复蛋后，高雄是否跟进也引发关注。目前场地除了有205兵工厂为首要目标，凤山的中仑地区空地大，交通便利，也地方积极争取。自从去年世界12强中华队夺冠之后，棒球掀起热潮，再加上台北大巨蛋开幕，因此大型运动场馆的新建也引起话题。继台中宣布要复蛋之后，高雄是否跟进格外引人注目。场地方面，目前除了传出205兵工厂为首要考量之外，凤山中仑地区由于空间大、交通便利，地方也想要积极争取，期盼能够带来新的发展。那我希望说，借着我们这一次也有就是整个产业在提升之后，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农地的规划，也有很大的腹地，是不是可以来争取一下大巨蛋可以放在我们凤山区或是中仑这里也有地方可以放，这个往后可以带动像整系列从国家到地方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地方是很好的，交通方便，人口聚集又大。中仑地区除了有空间大、交通便利的优势外，未来还有产业园区准备进驻。若是再能有大巨蛋的加持，发展将不可限量。因此，地方民代也纷纷表示支持。中仑这边有90甲的土地要重划，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不管是205兵工厂，还是我们凤山中仑社区这90甲的重划区，如果可以规划出一个比较大的场域出来，那我们都欢迎。
大巨蛋可以进驻高雄，进驻凤山。捷运黄线的站体就会在中仑的入口处，会是一个捷运站，所以呢，捷运 TOD 的概念所带动地方发展，结合运动赛会的这样的场馆营造的话，我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众所期待，如果在高雄可以生出一颗蛋的话，一定是很棒的事情。那我们都希望这样的方向呢不变，可以开放讨论。在中仑也是一个蛮好的场域，或其他地方，我们都希望是用开阔的态度来找寻更好的愿意投资者，在高雄盖出一颗大巨蛋，让更多的球迷、更多的球友们可以呢在大巨蛋上享受棒球运动的这种风采。如果有大巨蛋到我们中仑来做一个开发，然后可以带动以后的观光人潮，或者以及演唱会等等。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想法。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市府能够通盘的来做思考，然后能够把我们的中仑列为未来如果有要第二颗蛋的话，然后也当一个目标来做一些规划。中仑不只位在高雄凤山五甲的中心地带，也是凤山的蛋黄区，目前正在启动转型当中。如果能成功争取到大巨蛋，不但能为缺少大型赛事场地的凤山注入动能外，更可为东西高雄均衡发展带来正面效益。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外界关心的205兵工厂搬迁正在进行污染整治，由于牵动南高雄的发展，因此未来如何规划也受到高度的关切。其中在道路部分，市府计划打通兵工厂，未来和平路可衔接时代大道，直通亚通湾，大幅缩短用路人的时间和距离。众所瞩目的205兵工厂正在进行污染整治作业。由于还没有搬迁，因此民众经过时还是得再绕路。不过在道路部分，市府计划未来将打通205兵工厂，让和平路衔接时代大道，可直通亚湾区。到时候民众不用再绕远路，大幅缩短用路人时间和距离，也提升整体区域发展，让地方相当期待。其他那个和平路可以打通就不用绕一大圈了。较方便啦，交通较方便啦，直通就省很多分啦。省很多时间啦。我这附近而已啊，也希望它发展啦。会增值啊。条路老通啦是唔较方便，咱离下来愈来愈发展愈热烈。这一条路叫做那个和平路的延伸啦目前是跟离下来路小交接，未来就是一直通一到咱的时代大道连接因为这就是亚洲新湾区的末端啦，也有建设。马来这种插旗，而且咧起厝，甲 AM 光城的千景林集团，他们也都在这边盖房子这条路通的时阵我想我的地方绝对会不一样，找回阮随着你过去的繁华，互咱这块土地更较骄傲啦。虽然205兵工厂还没有搬迁，但位在亚湾区周遭的土地建案都已经陆续动工。未来内部如何规划，也牵动南高雄发展。因此，和平路和时代大道的连结打通，也受到地方民代高度关注。亚洲新湾区的发展非常重要的那205兵工厂现在整个迁移了以后，那未来如果我们的和平路可以直接打通，直接穿越205兵工厂到达时代大道的话，会交通更加便利。那我想我们支持政府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能够顺利的打通，直接让和平路穿越205兵工厂，达到梦时代，达到时代大道的话，会让整个交通更加便利所以这样的方案我们支持。未来也期盼205兵工厂加速开发有我们的巨蛋，有我们的商办，有我们的饭店同时有我们的研发总部等等，也希望加速来开发，让我们的亚洲新湾区更加蓬勃发展。205兵工厂已经被环保局纳管，完成了全区的污染整治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区段征收作业，完成都市计划变更程序。再由民间或政府部门开发，市府将持续和中央协调，加速推动兵工厂迁移至大树，期盼采取分期分段的方式开发，打通两侧道路，加速南高雄发展。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国道7号新建工程将于明年开始动工，不过在地议员提出疑虑，认为现行的路线途经大寮区段将穿越81期的重划区，恐怕会造成区域发展严重影响，期望高雄市府能与中央进行沟通，将路线略为修改。
高雄重要交通工程国道7号预计将于明年正式启动兴建，完工后渴望强化南部各项产业连结，但在地议员却发现，其中大寮段路线将直接切割正在进行的81期重划区域，恐将影响地方发展。国道7号经过的路线，未来咱81期的公园吼，咱81期有这四个公园底下吼，讲会拆掉公园啦吼。我的了解是会经过。会经过这个公园，对，因为这公园用地已经都市计划变更完成为交通用地，所以它会经过。会经过这个公园，未来公园就会拆掉了。不是拆掉，因为它是从上方经过，所以现在高工局的回复是他们在做一些协调。经过它是经过是，它是高架的经过，高架经过。高架经过啦。高架上面下面是公园。对。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是它会经过。那现在针对这些游乐设施，高工局正在协调当中。安尼以后81期重划区完成了后，安尼未来迄是伫迄个金华住宅区呢，从公园中间经过。安尼遐无采81期重划区啊，未来迄厝价我看无啥人要买呗。国道7号工程全长23公里，自高雄小港出发，途经大寮、林园、凤山、鸟松、仁武等地，最后汇入国道10号。其中大寮段将采高架式穿越目前开发中的81期重划区，地方上忧心目前建设的前期重划工程发展将因此而落空。我想81期这是咱大寮的一个精华地点吼，未来伊遐会当算个一个足精华的这个地区吼，徛价会足济吼。而且咱新做2个公园，结果会为这个高架桥会为这个公园经过吼，我感觉是不是讲安尼会影响到以后的居家甲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吼，影响到我们的邻近吼，所以希望讲咱交通局来向高工局吼来反映讲这个问题吼，是不是会当将这个路线吼稍微西移一下吼？杀过一遍。高市府交通局长张淑娟表示，目前中央正在协调如何更改受影响公园内部设施处理办法，但在地议员忧心国道7号新建将影响重划区内住户迁居意愿，是否能向军方校区方向稍作修正，让地方发展能有进一步的可能，但详细结果到底为何，还有待后续研议。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2026台南好样耶诞摇滚演唱会热闹登场。尽管日前才刚发生台北捷运的随机杀人案，台南市警局动员大批警力提高维安，现场仍然吸引大批的市民与歌迷替喜欢的台日韩艺人应援。市长黄伟哲更是以近期流行的撒娇舞与主持人李多慧和懒懒热情互动。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人气天团告五人登台，带来多首歌曲，炒热现场气氛。还有动力火车的经典传唱歌曲接连响起，现场瞬间变成大型 KTV。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台南好样耶诞摇滚演唱会集结多组人气卡司，包含3度来台南的阿垮原少年、日本歌手宫崎骏、韩国超人气女团 UNICE， 压轴的则是韩国影视歌3期女神郑恩地。演唱会由啦啦队女神懒懒、李多慧共同主持。李多慧穿着圣诞迷你裙装，懒懒则是露出小蛮腰拉翻全场，还在后台教市长黄伟哲跳撒娇舞，一出场就现学现卖。I'm getting overdrive.
希望这个欢乐跟耶诞节的平和的气氛呢，带给所有每个人，带给所有人温馨，带给所有人欢乐。根据市府统计，当晚总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与，但台北发生随机伤人事件，市府警察局提升警戒，动员276名警力，针对舞台区、观众休息区加强安全维护，警权检查舞台前后台，确保演唱会在最严密的防护下顺利举行。记者周海棠的报道。台北最嗨新年城2026跨年晚会全卡司公开公布，观光传播局长于翔与主持群黄豪平、夏荷熙一同揭晓完整的演出名单，并首度曝光全卡司的宣传影片及史努比家族台北跨年的限定商品。2026跨年晚会，大家好，我们是卡拉。2026台北跨年晚会卡司由韩团 Kara 领衔，还有歌手周汤豪、本土天团911、情歌王子毕书尽、创作歌手韦礼安、唱跳女神安心雅等超过10组豪华卡司接力登台。Kara 更是睽违12年重返台湾，独家在台北跨年合体演出。大家好，我们是卡拉，台北 We are coming。今天正式公布了台北跨年晚会的完整的卡司的名单。那这13组呢都是非常重磅级的艺人，包括我们今天最新公布的周汤豪、911，还有安心雅，还有包括我们在现场的焕然小熊，相信他们都会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一次台北的跨年晚会呢，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压轴卡司请到了韩流的传奇女团 Kara。那这一次呢是他们睽违12年。重新回到台湾的舞台。那这一次呢，成员们也在台北的跨年舞台上面合体，然后带给我们这些独家的表演。那相信呢 ，Kara 是非常多人的青春的回忆，也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团。那这一次呢，他们也会带来一首首非常经典的金曲。那也欢迎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 Kara 的粉丝，都可以在台北跟他们一起跨年。记者会现场，君不露、焕然小熊带来热力四射的精彩演出，瞬间炒热气氛。安心雅与焕然小熊更同台进行猜歌游戏，吉祥物熊赞也惊喜现身，与偶像一起热舞，展现欢乐与亲民魅力。安心雅更预告，这次将呈现全新的音乐与舞蹈设计，与观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这次有没有什么特别突破的演出？因为其实网络上面之前大家讲说什么，怎么还在呼？我跟你讲，呼下去总是可以呼出各种不同的花样来。对，就是每年的那个跨年表演都希望用不同的音乐风格跟舞蹈呈现，就是一直变化这样，然后重拆掉再重组这样，然后今年又重组了另外一种风格。哦，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尝试就对了。对，然后就是会我也特别选了几首嗨歌，反正就是中间不会有休息，我的怕就是一路嗨到底这样子。风格是比较摇滚，对，所以会尝试摇滚的风格，对，然后也是就是会很耀眼，就是大家会没有时间眨眼，对。跨年当天，除了主舞台，还规划4大多元舞台，包括东区顶好广场、警勤1号公园、象山公园以及44南村同步开唱，并推出台北跨年史努比限定周边商品，邀请大家用音乐欢笑，在台北迎接满满幸福感的2026年。记者李喜慧台北报道。2026桃园元旦的升旗典礼将在桃园龟山的长庚养生村登场。除了军方展演、歌手施孝荣献唱《乐天女孩》的热舞之外，更邀请古董车友组成车队，与民众一起开心迎接马年。2、1，请启动。那我们115年歌曲的元旦升旗活动在2026桃园元旦升旗典礼即将在龟山养生村热闹登场。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宣布，将以马要奔腾，桃园领航为主题迎接马年，结合军方展演、歌手施孝荣演唱《乐天女孩》热舞之外，更特邀古董车友组成车队，打造新年盛会。各位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以趁这机会过去看一看，环境非常的好。从早上7点半到10点钟。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因为明年是马年，所以是马要奔腾，桃园领航。唱国歌啊，唱国歌谁过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来帮忙的很多好朋友，施孝荣大家都知道了，还有桃园合唱剧工坊。陆军专科学校是要帮我们拉国旗，那国旗要展开很大片的，还有乐天女孩不用讲，乐天女孩大家都很熟，所以在升旗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唱国歌、拉国旗这一系列的热闹活动哦，我们都找到非常那个有名的团体，非常棒的团体来帮我们把这个元旦升旗典礼做起来。古董车队响应竞淘计划，以热血不吵闹、自律更帅气为核心，宣导玩车不扰民的优质文化。当天现场只要穿着国旗元素拍照打卡，就能拿到限量的扭蛋。报名参加元旦升旗，还可以获得限量1000条的国旗围巾。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扭蛋限量300份啊，所以只要自己来的时候打扮成这个国旗元素，文化车具。静音革命，换句话说，我们车子出来，但是让他们看到说车子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可是一点都不会吵啊。再下来，胜利彩带全场应援，那么一起抛出蓝白红胜利彩带，限量1000名，就是现在这条围巾限量1000名，大家可以在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开放网络报名。活动当天，长庚养生文化村内的长青路将特别开放红黄线路边停车，请民众务必遵循现场交通指挥人员指示，有序停放，切勿并排或影响车道通行。另外，桃园各行政区也都有举办不同的特色升旗典礼，欢迎大家踊跃参加。JLO1台报道。基隆市潮生回港年终演唱会日前在国门广场开唱，有金曲歌后徐佳莹、金曲歌王许富凯与跨世代的团体轮番开唱，许多民众在周末假日来到港边听歌摇摆。由于前一天台北捷运发生连续攻击事件，警察局长林信雄也在现场作证，超过100名的警察穿梭在人群中巡逻防护，让民众相当安心。歌手柯有伦演唱神曲，让演唱会现场整个爆棚。我知道世上没有什么感情能天长地久，但我曾经真真切切的爱一回就够。青龙、徐佳莹轮番登台，让基隆港年终演唱会吸引数千人到场聆听。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刚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将我爱？前一天，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让社会氛围更紧张。基隆年终演唱会开场前，霹雳小组警方拿了盾牌、荷枪实弹，100名警力全都部署在国门广场，维安再升级。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动用了刑警大队、保安队及4个分局的警力超过100人以上。除了在整个市这个活动的周遭加强巡逻以外，对于在周边的道路我们也加强疏导。另外，因为是在夜间举办，所以我们请我们同仁携带了夜间的照明、指挥棒以及扩音器需要紧急疏散的时候可以使用。那除了制服警力以外，我们也编排了一些便服警力，会在群众之中。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出动一些警备人员，我觉得是很棒的做法。特别是人潮聚集很众多的地方，对，我们要加排警力，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安心。除了100名警力进驻，主办单位动员是多位工作人员维护秩序。基隆市长谢国良一早就邀请警察局、文官局等单位召开会议，以最高规格维安部署来确保演唱会安全。是因为昨天北捷发生的事情，那也是非常的痛心跟哀悼所以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我们立刻调整整个一个活动的一个状况，希望以温暖、关怀跟安全为主调来去推广这样的音乐会，也让市民朋友可以安心放心的来聆听这个演唱会。基隆市长谢国良晚间也到场盯场，
显示对大型活动安全的高度重视。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台南市文化局与南美馆携手推出田青青地灵灵特展，从台南的道坛文化出发，结合沿林道坛百年的文物、经典影像与多位艺术家的创作，呈现道教科仪美学与当代艺术的交汇。展场以光影声响打造沉浸式的空间，带领观众从城市与信仰的脉络，重新认识道的意涵。苏俊颖布袋戏团带来田都元帅嘉里戏，将台南市美术馆中庭瞬间变成庙城。这回以《道德经》第39章为核心论述，推出天青青地灵灵特展，深度探索道教信仰美学与道坛文化。其实一般人看到道坛的运作科仪啊，其实可能相对会陌生。可是事实上，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成年老死过世，其实都跟道坛科仪其实都有息息相关。艺术的起源跟信仰事实上有直接的关系。那很多的时候呢，透过信仰，它其实是连接人跟天、人跟地的那个想象力。展品聚焦在沿林道坛家族的珍藏文物，包含百年法器、道长降衣、朝天大忏等等，还有超过150年的广信福天师符箓。其中最特别的是这面鹿氏灯。第6代掌门人吴正宪说，自己将完成人生百教的目标。那一个道长，伊去做一颗石，伊留下伊的绿树灯，就是讲咱进庙的时候有一个鹿氏灯，那他就是拿回去当做一个纪念，就是说这就是他人生的历练。此外，展览也展出早期台南道士影像，串联地方信仰的时空记忆，还有蔡草如、潘丽水等10多位艺术家用影像、物件多元形式来呈现，甚至还有科技互动召唤符咒，让平常较少接触道教文物的民众可以认识道教的艺术和美学，也让年轻人了解这个老行业。记者说怀腾的报道。艺人孙麦杰不当 DJ， 改当最帅气的圣诞老公公。为了陪伴憨儿过节，他在圣诞节前夕来到中立的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除了用音乐交流，还贴心陪着院生一起盖姜饼屋，更霸气加码将捐款金额提高到10万元，希望能够认购爱心的物资箱，帮助偏乡的家庭与憨儿暖心过冬。优美的琴声流溢而出。真善美基金会的钢琴王子陈立率先展现情意，艺人孙麦杰在一旁专注聆听，随后也坐上琴椅，弹奏温柔旋律来回应。两人虽然没有言语，却透过音乐搭起沟通的桥梁。为了陪伴憨儿过节，艺人孙麦杰特别在耶诞前夕16号来到中立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陪伴憨儿。就是我从小就是最喜欢圣诞节这个节日，然后这个节日总是很温暖，然后让人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很想要做一些不一样有意义的事情，想要跟憨儿一起度过。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最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会觉得可能会一起做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啊，做姜饼屋啊，吃东西啊，跟朋友一起分享陪伴。除了音乐交流，孙麦杰也化身暖身哥哥，和憨儿们一起动手做姜饼屋。他率先动手带领指导，在饼干边缘挤上雪白的糖霜，小心翼翼地把屋顶粘合，再挑选缤纷的糖果做装饰。过程中，他不断轻声鼓励，耐心引导院生完成作品。看到姜饼屋终于成型，大家都忍不住开心鼓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主要是有得知院方他有一个送物资到偏乡的关爱的这个活动。那我身上的这件 T 恤大展蓝图，就是他们这次主题的公益 T 恤，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响应。然后就是除了可以捐赠物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我觉得只要有付出行动都是很好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原本孙麦杰准备了5万元要帮助憨儿们加菜，并且穿上公益 T 恤支持，但在听说基金会正在推动送爱到偏乡的物资箱计划后，
深受感动，当场决定将捐款加码到10万元。那这次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他这次特别来，也知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推广这个物资箱的部分。那刚刚其实还有帮我们带来捐款，还特别加码到10万元来购买我们这个爱心物资箱，希望可以陪伴我们把这份爱心一起送到偏乡，还有我们社区中的韩老家庭。除此之外，他还特别也是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 T 恤。那这个 T 恤的部分也是今年我们在募集年菜的时候，只要您捐款1000元就有送1件的一个新的一个公益 T， 希望大家可以陪着孙麦姐一起做公益做爱心。这笔善款将化作一份份沉甸甸的爱心物资箱，送往偏乡与弱势家庭。孙麦杰透过实际的陪伴与行动，呼吁社会大众在岁末年终也能响应认购，将这份温暖传递到社会的角落。记者李承浩，台湾香港报道。日本东京的国际花道博览会日前在东京盛大举行，延续去年参展的成果，台南市政府今年再度受邀参加，市长黄伟哲亲自率团出席典礼，并设置了摊位宣传台南的花卉及农产加工品。由日本皇室担任名誉总裁花道博览会，日前在东京一间饭店盛大举行，现场超过24国大使以及日本各大流派花道老师共同出席。台南市这次是第2次受邀，同时也是台湾唯一受邀请城市。今天很高兴，今天来到日本皇室所担任名誉会长的花道博览会。那这个部分是来自全日本许多流派的一些花道老师，还有各国的使馆领馆他们来参加。今年是由匈牙利使馆来主办。那么台湾唯一受邀的城市就是台南市。你看台南市这么多花，包括漂亮的兰花、火鹤花，还有这个主题的最巨大的白色的兰花，都让很多现场很多这个花道老师，还有贵宾，还有外交界的人士惊艳。那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外交跟国民外交。今年台南主题馆以花与果之都为主轴，展示兰花、火鹤花及多项农产加工品，并向在场贵宾介绍台南丰富且多样的农产特色。另外，此次由高原宫九子妃殿下所主持的午宴桌花，也特别采用台南的兰花与火鹤花，不仅展现台南高品质花卉的魅力，也提升台南花卉的国际能见度。记者林银庚台南采访报道。基隆市政府公布友爱店家计划的最新成果，透过培训50位友爱辅导员，深入7区进行实地辅导，2年累积已经有151家店通过认证。无障碍服务从政策走进日常，市长谢国良也宣布友爱旅团正式启程，呈现基隆朝向共融友善城市迈进的具体成果。大家好，谢谢。友爱店家认证成果发表会上，市长谢国良亲自用手语向在场151间店家致谢。让我们完成最后一块的友爱拼图，基隆友爱旅途计划。市政府完成友爱城市无障碍微旅行友爱旅途，串联全市7区景点，在地组织通过认证的友爱店家，规划6条主题路线，提供身心障碍者、行动不便者和亲子家庭无障碍旅游资讯。你们开启了一个平等、有尊严的服务的理想。你们的任何一个小小的改变，那都是让整个城市迎向一个无障碍共融的城市愿景的实现。所以谢谢友爱店家的每一位店家老板，151个老板，加上你们的同仁，那是好几百个人共同来回应了整个城市的愿景。成果发表会上，邀请了50位友爱辅导员到场见证。市政府社会处感谢从使用者第一视角理解需求，提供建议。非常感谢有50位的友爱店家辅导员，都是我们身心障碍者，经过我们的服务设计的培训，然后他们到店家来协助店家改善无障碍。那也非常感谢151个店家，他们响应了我们友爱店家的行列，来按照我们的无障碍的准则来提供好的服务，让我们整个城市能够迎向有爱跟无障碍的环境，来面向
迎接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让所有的每一个障碍族群、失能者、长辈还有亲子都能够在我们的店家里面享用很友善的环境跟服务。今年合作推广成果再创新高，有75间合作推广型店家和76间示范改造店家，累计151间友爱店家，而友爱旅途正式启用，让基隆成为有温暖及友善幸福城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争取普发万元的商机，台北市商业处推出为期4个月的来台北有够嗨抽奖活动，民众只要在台北市消费满200元即可参加抽奖，包含周周抽 iPhone、月抽台积电股票。活动最后总大奖则是现金1000万元。恭喜这一位获奖的民众是，恭喜！台北市长蒋万安一键按下，月抽最受瞩目的台积电得主瞬间出炉。这是台北市政府来台北有够嗨抽奖活动，12月18号首次举行月抽，抽出包括台积电股票及纳智捷 N7 电动车等大奖。蒋万安还透过电话亲自恭喜 N7 电动车得主。请问你是台北市商业处对，我们是台北市商业处蒋处长。你好，赖小姐，我是蒋万安，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哦，市长你好。你好，恭喜你！我们现在刚好现场正在抽奖，然后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以及媒体朋友，恭喜你！我刚刚抽中你了，你获得我们纳智捷的汽车。蒋万安也亲自颁发 iPhone 17 Pro 给周抽得主蔡先生。蔡先生分享自己只花了400多元就抽中苹果手机，实在很幸运。当时大概只花了456元就中这只 iPhone。我只花了456块钱就中这么大的奖，掌声鼓励！那你家侯文呐？那我们当时是买了什么？还记得吗？我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像是厨房的那个抽水器。那我也没想过可以换到一只全新的手机。吃喝玩乐在台北，1000万现金就给你，直飞美国看球赛，台积股东就是你。熟练地说出活动顺口溜，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有够嗨，好礼不断。除了有台积电股票、纳智捷 iPhone 外，后面还有特斯拉及活动最大奖现金1000万元。只要大胆在台北市消费，就有机会成为台积电股东。蒋万安更发下豪语，如果自己抽中1000万就生4宝，抽中台积电股票就生5宝。我很希望，如果是我抽中1000万元，里长在笑。我就生4宝。如果我抽中台积电股票，生5宝。后续一生没烦恼啊！好，无论如何，欢迎大家帮忙宣传，来台北进行消费。到目前为止，台北有够嗨累计登录金额已经突破10亿元。蒋万安也开心的宣布，将加码抽美国双人来回机票。登录的总金额已经提前达标，超过10亿了，所以确定会加码抽，就是下个星期3我们就会抽出飞美国双人的来回机票，而且去看球赛。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台北有够嗨活动从11月11号起，一直到明年3月8号，民众只要在台北市消费满200元，登录就可以参加抽奖。从12月24号耶诞节到明年元旦期间消费，抽奖机会再翻倍。到台北市友好店家消费，同样有双倍获奖机会，包含最后一周的现金1000万元大奖在内，总奖额超过3000万元的万份好礼，消费越多，中奖机会越大。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到台北购物消费拼大奖。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长庚养生文化村日前携手创世基金会，在园区的公共空间展出100岁画爱愿望启程画展，展出创世基金会创办人曹庆以照顾植物人为灵感启发创作的棉棒画作，期盼透过艺术交流，为创世第18家安养院筹建经费。欢迎民众共襄盛举，欣赏画作，也帮助弱势。
眼前美丽的山水水墨画，你知道竟是用小小的棉花棒画出来的吗？长庚养生文化村日前携手创世基金会，在园区的公共区域内推出百岁画爱愿望启程画展，展出创世基金会创办人曹庆以照顾植物人为灵感启发创作的棉棒画作。长庚养生文化村主任杜素贞表示，创世基金会近40年来照顾植物人、独居长者跟街友，与长庚体系创办人王永庆长期守护弱势理念不谋而合。而这次的策展，希望透过艺术交流，鼓励高龄者持续学习，带动园区长辈艺文风气。创世40年，长庚50年，那我们养生村20年，这3个机构的理念一致，我们长期守护这些弱势的团体，跟守护我们长辈的心。我们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梦，就是大家发挥我们的爱心，让创世的第18个院呢，它可以如期的、很快的可以成立。今天这个活动呢，我特别要谢谢创世，还有跟养生村的社福课的同仁一起努力，让我们继续守护台湾的长辈跟弱势的族群。谢谢，谢谢。当天高龄100岁，被誉为植物人之父的创世基金会创办人曹庆也亲自到场，和大家分享无师自通的棉棒画作旅程跟公益初心，并致赠基金会义工亲手编织的毛毛给村内6位100岁人瑞，场面感人温馨。我就头发连光，我就用棉花棒，大的棉花棒、小的棉花棒去擦那个腐肉，这是给植物人擦点灸的启示灵感。我就说这个棉花棒沾的颜料就可以治伤画屁股上画，在身上画。我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在纸上画？画展以愿望启程为主题，也象征创世基金会近年积极筹建第18座植物人安养院的计划，预计落脚花莲，要来补足东部偏乡长照资源。曹庆期盼社会大众透过画展，共同集结爱心，让建院计划早日完成，照顾更多弱势家庭。把那棉花拿着颜色去叫纸上画，这一画也画了40年了。现在有人要了，有人愿意取一点钱再建安养院这样的情形。画展自即日起展出到明年2月28号。长庚养生文化村园方跟创世基金会都邀请民众走进这场结合艺术、生命与爱的温暖飨宴。记者刘婷报道。桌游不止好玩，更能成为学习的利器。中嘉数位集团携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推动媒体素养计划，5年来成果丰硕。其中自主研发的媒体素养桌游导入课堂，透过玩中学，让生硬的教育变得更加有趣，有效提升学员的理解力与学习成效。台湾师范大学自2020年起与中嘉数位集团、新视波有线电视携手推行媒体素养产学合作计划。成果发表会上，由计划主持人台师大陈炳宏教授公布计划成果，结合自主研发的公平无私桌游进行教学实验，成功将媒体禁用权、公用频道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可体验的学习情境。玩过桌游，他比较能了解前1个小时讲授的课程的内容然后他其实实验组他的学习成效也优于对照组，就是有玩桌游的，他学习才用很多后测，他的成绩他还是比较会进步陈老师他把一些比较教科书的，把一些比较枯燥的东西，他把它游戏化。这是在过去的几年内，我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把我们觉得很枯燥无味的东西推广出去。因为媒体素养这样的课程听起来好像真的就有什么好学的，可是它透过游戏，透过一些游戏的研发之后，可以让很多人认识，然后更了解这个东西。计划团队也将活动带入各地校园，让师生们从玩桌游、拍摄到剪辑影片，完整走过一轮，并且短时间内完成作品，让学员快速理解媒体运作，也将所学带回生活场域，让媒体素养不只停留在教室里头。
非常谢谢有这个团队以及这个中家的支持，让东部相对弱势的地方能够有这样子的媒体资源。那在桌游的部分去结合媒体素养这样子的尝试，其实需要非常多的人力来带领，以及需要有相关的资源，让这些讲师能够从北部的地方到东部去。那在实际上的执行面上面，其实学生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包括说媒体产权相关的游戏理念，去理解媒体的产权的不同样态。我也觉得说，一个素人怎么可能上了1天的课，隔天就能外拍？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指导。那我们也在3个小时之内把影片拍好，然后下午呢回到教室之后，马上就把影片组合起来，还教我们上字幕，然后接着呢真的很精彩，马上就发表了，而且每一组都有完成自己的作品。5年来举办的课程、讲座与工作坊成果丰硕，累积补助57门课程，举办480场讲座，并透过20场手机引制工作坊，产出147部影片，还有读书会、桌游设计工作坊、青银共学等活动，超过3万人次参与。计划协同主持人侯正南教授表示，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将民众拍摄剪辑的作品在公用频道上播映，真正落实媒体禁用权。其实我们有举办了这么棒的一个工作坊，让我们的这些市民朋友能够参与这样工作坊，然后从拍摄到整个脚本的构想，然后甚至还有拍摄之后的一个后制，然后播出。然后播出呢，除了在工作坊的播出之外，我们还会真的让他们申请这些所谓的一个公用频道，各县市的公用频道。所以借由自己，然后也经由大家的作品，大家能够对媒体素养有更一层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现场也由台师大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蒋旭正颁发感谢状，肯定中嘉数位集团产学携手的实践成果，透过桌游、影像与教育行动，培养更多具判断力与公共意识的公民，让媒体素养走进日常。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为了提升长辈族群的防诈意识与媒体识读能力，中嘉宽频3光王双子星持续深入各地社区办理媒体识读的宣导活动。来到台南市的嘉里区理化社区进行课程分享。本次的活动特别结合培训的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志工，以生动的状况剧方式演出常见的诈骗手法及防范重点，让社区的长辈在轻松的互动中学习实用的防诈知识。随着 AI 科技快速发展，眼见为凭已不再是绝对真理。诈骗集团透过深伪技术，仿照面容与声音来行骗。诈骗手法日益逼真，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宣导团队因此特别规划 Deepfake 防诈课程，向民众说明深伪技术的特性与辨识技巧，提醒大家提高警觉，谨慎查证。你即马网络也是电视拢共款，就是讲你物件爱全部拢共看，嘛爱知影讲伊是讲假是真的，因为很多媒体有假立场，他会跟大家分享他想要传输给你的概念。宣导现场也看到4位身穿企业背心的志工投入协助，包含吴文玉、谢信之、杨明景、黄秀云等。除支援课程进行以外，更亲自参与行动剧演出，模拟各类诈骗情境，强化长辈们的防诈印象。政府要甲咱补助，有发一个信息互咱大家甲加入去咧，咱得当会着补助，到时若上班吼，就对啊。这个反诈骗的宣传活动啊，到咱的这届的活动啊，分享给咱的社区的理化社区的大长辈们知影讲，卖去互骗去。身为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责任，我就想说，怎么可以提升人民对识别这种诈骗的能力？好，不要让我们那个。台湾呢变成全世界是第一个受诈骗的国家，感到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可以把这种讯息宣给那个社区，让他们知道说如何预防诈骗，还有如何辨别诈骗，这个真的是对社区的长辈受益良多。他们的那个民众也是很热烈的参加，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明显的防诈知识的进步。
蛮高兴的。对，蛮高兴的。除了案例分享以及戏剧宣传，主办单位也设计9宫格宾果互动游戏，将防诈观念融入游戏中，让参与民众在欢乐的气氛下加深记忆，提升学习效果。三光王双子星吼，今仔来给我上这个课，真正有够好。因为我遮拢是老人较侪，今仔来上这节课吼，对遮的老人甲对遮的职工真正最有帮助的。长辈的话很缺乏这一方面的讯息，我们觉得办这个活动非常的棒，连我都觉得受益无穷。因为有些细节是我们都疏忽掉了，也谢谢你们办这个活动。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11月在智推中心完成宣导培训后，这次是首次与志工实际走入社区进行宣导，看到现场民众反应热烈，成效相当正面。未来也将持续携手智推中心，深入更多社区，推广反诈与媒体识读观念。我们11月的时候，其实帮我们的社区志工上一系列的课程，那明年度呢，我们就准备要来延续我们这个课程它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我们所有上课的志工们到社区真的做媒体识读宣导。那今天是第一堂课，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试验。那希望这个试验是可以成功的，那后面我们就会复制到其他的各社区。那看起来今天的状况，这个长辈们的接受程度都还挺高的。那后面我们就会持续来做改进继续往各个社区来深入做宣导。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结合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共同推动反诈宣导行动，期盼透过志工们的热情与行动力，将正确的防诈观念带进社区，守护更多民众的财产与资讯安全。多方查证，免受对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嘉宽屏新视播持续推动防诈与媒体识读教育，继永安时代社区讲座获得居民热烈回响后，再度携手信义房屋在永和的安和里举办守护安心家园识诈你我他公益讲座，将防诈的观念与媒体识读教育深入社区，让识诈成为全民生活的习惯。随着新的诈骗手法不断出现，让民众防不胜防。中嘉宽屏新视播携手在地企业走进社区，借由第一线与社区长辈们接触，传递最新诈骗资讯。自上周前往永安时代社区后，今天则前进安和里，向里民们分享最新的诈骗手法，希望大家不要轻易受骗。听着讲师分享近期遇到的不动产诈骗事件，台下民众看得认真，就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场长辈直呼学习到许多防诈观念。那个防诈骗的事情啊，这个提醒我们，就说这个诈骗到处都有，所以要很小心。不管你是哪博士、硕士的人，也同样是会被诈骗。不管你有没有学问，注意最要紧。我们里长是100分的那个里长，他办的活动都非常好，很用心。也有民众分享自己被骗的经过，希望用亲身的经验让其他邻居有所警觉，就是多认识说被诈骗的那一些很多种的那个分析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因为我们都有时候防不胜防啊，对呀，都没有想到那么多啊。我是今年有被骗到，就很生气。安和里里长王云芳也感谢中嘉新视播与信义房屋携手安排这次讲座，让里民们能接受到最新的资讯。今天中嘉新视播及信义房屋所举办的防诈骗宣导，是保障我们安和里里民呢能够防止他们的财产被诈骗，然后保障他们的财产。这些活动呢，非常感谢我们中嘉新视播及信义房屋今天的举办的活动。希望我们的安和里里民还有一些长辈能够知道这个活动内容呢，可以防止他们在经济上还有他们的财务上呢一种警讯，至少可以防范一些被诈骗的一些损失。房仲业者表示，目前最新手法是有不法分子与代书勾结，欺骗自售屋主的房产，建议房屋交易买卖
卖的过程，还是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房仲比较有保障。主要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这边里民啊都能社区友好，然后大家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家产，不要因为那些不明的讯息，然后导致家产的损害。那尤其是那个日本很红的地面师，大家都相信以前传统的买卖，那现在有中古的仲介介入之后，其实房地产会更加安全这样子。那现在最常遇到的诈骗类型啊，其实讲白了就是现在很多自售的屋主，那在遇到一些买方，他们出价就是出的好像很高，然后来了之后呢，但是最后其实他们就是连同了代书，然后他那个代书假代书一起把这个房地产直接做过户的手续，那你可能只拿到了第一层的款项，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其实在这个房地产买卖，因为金额其实比较大，我们都会建议啊，要透过比较有知名品牌的仲介，在中间做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把关，会比较安全。活动讨论气氛热络，除了透过里民经验分享与讲师进行案例说明外，现场也透过有奖问答的方式，让民众从游戏中寓教于乐，学习如何在资讯传递快速的时代辨别真假讯息。钟嘉宽平新世博表示，透过媒体识读教育与防诈宣导，不仅让邻里长辈们知道常见的诈骗手法，也能让里民们在面对有疑虑的资讯时，有能力去查证。未来钟嘉宽平新世博也会持续走进不同的社区，与社区里民进行媒体识读教育，做地方的后触逼。3赞不赞？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及庞大的商机，各家饭店业者都精心布置并推出相关的餐饮和优惠。位于台南安平的饭店特别推出圣诞限定餐点，以天主教的意大利家庭在平安夜所享用的传统盛宴为灵感，推出难得品尝到的南部意大利料理，也象征祝福和丰盛。迎接圣诞节，各家饭店业者都精心布置，也要提供民众吃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其中以天主教意大利家庭在平安夜的传统盛宴为灵感，所推出3道不同风味的海鲜料理，也象征节庆的祝福和丰盛。这次台南安平雅乐轩酒店的圣诞餐呢，其实源自于南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天主教传统就叫做七鱼宴。他们在平安夜的时候呢是不吃肉类的，他们就吃海鲜为主，象征一种节制跟重生丰盛的意念。那我们这次就是推出了3款的海鲜的料理，然后跟这个传统致敬。那再来就是我们有融合本土在地的食材，能够一起搭配，东西交融。趁着圣诞节，一家人聚集品尝应景的节庆特色佳肴，特别还是有入选万豪国际集团人气王的意式料理葱香火烧虾干起司饺，更是结合主厨中西食材交织的创意，值得民众把握12月28号前来细细品味。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高雄盐埕大舞台市场的巷弄里有多家高人气的美食店，在地路桥里长许梅娟带我们走访巷弄的美食，推荐馄饨、综合茶以及古早味的糯米炸，是来盐埕不能错过的古早味小吃。油锅里的糯米团要炸到外皮金黄，老板的手也不停翻动着。起锅后再放进花生粉或是芝麻粉里，均匀滚上一圈就完成糯米炸。这是在盐埕大舞台市场旁一摊古早味糯米炸小吃，每一颗现点现炸，热热吃很香 Q。购买的民众表示，外皮酥脆，内里柔软，口感又丰富。对，很好很好。对啊，而且它的东西也很好吃，对，嘿。怎么说？口味上？就口味上很好吃，而且也蛮新鲜的。对啊，因为又是现炸的这样子。对啊，老板娘的人也很好。古早味的口味就是一般的麻糍糍这个是都是一样的，口味都差不多啦。哎 ，QQ 啊，按麻糍本来就 Q 的啊。民众也表示，软糯 Q 弹的传统糯米炸，裹上芝麻或花生都很好吃，也适合饭后甜点吃。在地路桥里长许梅娟表示，盐埕大舞台市场周边有多家人气美食小吃，是来盐埕不能错过的古早味。我们这里就是比较人尽皆知的，大概就是黑钱那个馄饨。还有我们这里就是我们对面的阿宝姨那个古早味的综合茶，它是由冬瓜茶，然后金桔、红茶，然后还有就是弹珠汽水
合成的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很古早味的味道。那个糯米炸那个小姐，她本身她自己创业，那她的东西也是非常有特色，我也是经常会去跟她买，很特别啦，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外面的糯米炸不太一样。盐城小吃真的非常多啦，其实有些著名的小吃并不在我里内，但是我还是希望说，高雄市民呢，如果有机会来到盐城区能够到处走一走。民众表示，盐城区美食很多元，而且 CP 值高的小吃也不少，而传统糯米炸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小吃，而且价格便宜，适合下午茶点心。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以上就是这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祝您顺心，我们再会。